气象署的气象预报24点钟都有人咧注意，亲像拄到风台时，预报小组就是为海上风台警报发布了后，就无法休困。这个风台警报期间，平均一天拢困无到5点钟。目睭红红看起来有点仔忝，气象署干片记者吴婉华依然保持专心，为车上下晡2点40分的预报记者会做最后准备。这一天，伊阁是透早3点外起床，准备资料做图卡。台风警报开始以后，我们台风的整个小组，大部分的人都是从台风警报一发布到台风警报解除才会离开。好，所以我们整个作业团队大家是都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，但当然这是我们的工作。虽然讲是工作，不过风台警报一发就踮伫署内。那当时厝内底无后援，气象署表示会调配，预警发布了后6点40分第一部，到报名11点40分最后一部。这场记者会过去一人负责一天，今年改做2人轮班，较袂遐尼忝。每个台风都有它不同的特性，像之前曾经当过班的巴马台风啊、天平台风，事实上都有它的不同的特性，也常常在署里待很久，而且它们移动都不快，所以也都有很多复杂因素影响它。那这次台风也是一样，我们就会很有耐心的等待整个大气的状况、台风的状况是不是如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参考指引一样那样子移动。吴婉华讲，这摆天气预报的经验无法度复制到下一摆，同款的风甲雨也未发生伫同款时间甲地区。这份工作挑战性悬，有真侪变化，不过算是较趣味，希望更较侪少年人投入。金马山土耳严重，要解读海景，团队沿小可休困者，沿转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